后来乡亲啊，民进党的经理委高嘉瑜针对着伊2026是不是会来参选，有上新的讲法。然后有人问嘉瑜美女2026也要选吗？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哦。原则上应该是会选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说恭喜嘉瑜美女表态了，也没有表态哦。我这个2024吗？刚卸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说2026不会缺席，好吧？当时就已经看准了2026不会缺席，但是要选什么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喽，好不好？下当听到高嘉瑜讲甲真保留，高嘉瑜讲后一届伊到底会选啥，而且大家等咧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